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券做公益，大师喜无三九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来看咱拜五分享的班路。1日英五顺利开出英五。另外，这版2235开35的，互咱着2册，恭喜得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5月30，拜六，有几套版路要分享给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咱对4月29开始，02会开第一期，顶3期123，第2期20减2，歹势加2 22加19 39 2239，02的下4期1234 2239双开。5月初1，02会开第一期，顶3期123，第2期08加2 10加19 27 1027，02的下4期1234开10的。5月11，02会开第一期，顶3期123，第2期06加2 08加19 27，歹势06加2 08加19 25 08 25，02的下4期1234开25的。5月13，02会开第一期，顶3期123，第2期18加2 20加19 37 2037，02的下4期1234开20的。5月16，02会开第一期，顶3期123，第2期06加2 08加19 25 08 25，02的下4期1234开25的。5月26，02会开第一期，顶3期123，第2期08加2 10加19 27 1027，02的下4期1234。这就是5月30拜六要用的1027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
第二版，咱对4月13开始，7期一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吼，固定7期一届。第一期100，合数36，合数38，120下6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2空的。01合数36，合数38，35、37下6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35个。好，这2号合数36。02合数36，合数38，34、36下6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34个。01合数36，合数38，35、37下6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35个。01合数36，合數38，35、37下6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開37個。06合數36，合數38，3空32下6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這就是5月30拜六要用的。3空32。学中医，互我朋友做参考。过来即版，咱对3月23开始，35会开第5期，顶3期1、2、3，第5期37，减20 17，减8 29，17、29 35个1期，开29个。3月27，35会开第5期，顶3期1、2、3，第5期36，减20 16，减8 28，16、28 35个1期，开16个。4月初3，35会開第5期，頂3期1、2、3，第5期39，減20 19，減8 31，19、31 35個1期，開31個。4月23，35會開第5期，頂3期1、2、3，第5期36，減20 16，減8 28，16、28
3、5的一支开入的。5月20，3、5开第5支，顶3支真两三。第5支33减2013减825 1325 3、5的一支开25的。5月29，3、5的开第5支，顶3支7、2、3。第5支37减20 17减8 29 17 29 3、5的一支。这就是5月30拜六要用的17 29。学状元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记看煞，爱甲大师师傅三九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。再会。